瑞典有一间废弃物处理公司涉嫌在5年内非法乱倒20万吨的粪扫，造成这化学物质拢泄漏出去，这做有史以来上界大条的环境犯罪案件。包括这间公司的前执行长讲，家己叫做粪扫女王的尼尔森在内呢，有11个人被告，初三出庭接受审理。 当地时间初三早起，有本所女方名声的被告尼尔森，挂乌金目镜提了进入法庭。伊是有名建筑废弃物处理公司 NMT Think Pink 的前执行长。这间公司原本形象真好，煞伫2015到2019年之间，将首都地区差不多20万吨建筑粪扫挥发到或者是带伫全国各地，把好粪扫堆倒火，烧几啊个月无法度拍花。 大量的多氯联苯、盐、汞、砷这化学物质外泄，甚至危及自然森林保护区。检方对尼尔森甲伊的情况，也就是公司创办人在内总共11人，控告加重环境犯罪。 I think it's the coming generations that will pay for this crime. So, environmental crime is a pure risk for damage. 非法倒地至少15个都市、21个地点，检方初步调查报告有4万外遐，证人有150人。整个都市求偿有2.6亿瑞典克朗的处理费用，因讲是瑞典史上上重大的环境犯罪。审判案算会进行到明年5月。 The most challenging thing is that it's such a huge amount of paper and a huge amount of knowledge and facts to keep track on. That like 44,000 emails in one computer. 这间企业伫建设台也出了已经倒去，按过尼尔森的前期，毋若是安尼，伊跳退步出身，还佫涉嫌采用公司的资金卖精品甲高级度假。警方所在时阵发现大量的名牌鞋甲皮包啊，伊捌对瑞典媒体讲，公司行为一切合法，拢是商业竞争对手引流的受害者。伊律师也表示，尼尔森对一切拢有合理的解释。公司新闻是非常便宜。